好多謝主席。我首先肯定律政司就着香港專業服務出海平台嘅工作先啦，亦都多謝大律師公會同埋律師會就非常之支持嚇。咁啊，我睇到嗰個支援出海名冊呢，其實好豐富嘅，有70個法律服務單位啦。咁但係當然，即係法律界就唔止70個法律服務單位啦。咁我頭先聽到係咪即係歐陽女士係提及話可能年底，我第一個問題係咪年底？好似聽到話年底之前會嘗試更新個名冊，去擴闊個名冊啦。咁我有兩個建議，一我就想知道大約幾時啦。二呢就係我睇到嗰個名冊呢都有好多唔同嘅專業嘅分類或者行業嘅分類都好好。咁但係我會建議會唔會考慮下，即係用下即係15規劃或者第時香港50規劃有啲用詞。包括即係6個未來產業、6個新興產業佢分類就加呢啲咁嘅方向啦。最後一個問題咧，就想問政府會唔會定期向業界或者立法會呢個委員會去提交量化成效嘅報告？我想知道即係有咗名冊之後，1年後或者半年後即係成功促成到或者配對到幾多個個案呢？咁等大家可以即係知道點樣一齊去優化。唔該晒。好，跟住請歐陽女士。唔該，主席，亦都多謝陳議員嘅問題啦，同埋咧俾到呢一啲觀察我哋嘅。咁回應翻咧陳議員提出嘅問題，幾時更新？我哋咧係爭取年底之前咧就做過更新嘅。咁喺呢度咧，我都想借個機會咧去解釋一下我哋名冊嗰個策劃啦，或者我哋嗰個準備工作咧，我哋都係好用一個好開放同好審慎嘅態度。我哋咧係發咗公開嘅邀請咧，俾律師嘅團體啦，包括兩個會啦，以至其他嘅律師行業嘅團體啦。咁我哋都收咗咧非常好嘅回應。咁我哋都係要求咧有興趣加入名冊嘅法律服務提供者咧，都係必須咧以一啲個案同埋業績嘅經驗咧，去支持咧佢哋嘅申請嘅。咁而喺呢個過程當中咧，佢哋要提交咧一啲業績嘅一啲簡介啦，而且咧需要咧係按住咧我哋建議嘅分類咧去咧表達咧佢哋咧想喺個名冊度咧係喺邊一個業務分類嗰度咧係去列出佢哋嘅經驗嘅。咁收翻嚟嗰個回應咧都係非常正面。咁目前咧第一個階段咧就有70幾家啦，亦都係有部分咧係一啲嘅仲裁機構嚟嘅。亦都有大律師啦，亦都有一啲中小型嘅律師事務所咧，亦都係涵蓋當中。因為我哋注意到咧，我哋嘅法律服務生態圈咧都非常多樣化。雖然有啲所咧，佢未必係非常非常大或者規模好多人嘅，咁但係咧，佢哋喺某一啲出海嘅領域嗰當中咧，都係有非常紮實同埋係專業嘅經驗。咁所以我哋喺個名冊度咧，都希望可以用多元同埋開放嘅態度咧，係去將我哋法律服務嘅生態咧，係去好完整咁樣呈現嘅。咁呢個回應翻第二個問題咧，就關於嗰啲業務嘅分類啦，以至係行業分類，都係非常好嘅建議。我哋可以咧再次咧去睇睇有冇調整嘅空間。目前咧，我哋去策劃嗰12大分類，係業務嘅分類啦，以至係行業分類嘅時候咧，的而且確咧都係有參考到咧目前內地企業一啲出去最新嘅趨勢，譬如一啲高端嘅製造行業啦。又譬如一啲係新能源嘅項目啦，譬如一啲製造行業裏邊用一啲係人工智能啊，又或者係唔同嘅高科技嘅產品當中咧，我哋咧都希望咧可以業界咧係俾到一啲相關嘅業績同埋過往嘅成功故事。我哋另一方面咧喺業務方面咧，亦都係注意到咧出海咧亦都係有唔同嘅需求嘅，譬如咧一啲跨境嘅電商嘅行業，佢哋嘅需求啦，又或者係一啲高端製造嘅需求咧，可能佢對於個專業服務咧都係會有所調整。咁我哋希望我哋做嘅名冊啦，以至加埋我哋做嘅成功案例嘅故事實錄裏邊咧，都可以相輔相成咧，去回應到而家15規劃之下出海最新嗰個勢態嘅發展。至於第三個問題，關於定期會唔會有一啲業績嘅績效啊，或者可以報告翻啦咁，呢一度咧我哋可以諗諗。我哋面對嘅情況咧，就係好多時候我哋嘅法律專業服務咧同企業對接咗咧，可能佢會
係個項目再去醖釀嘅時候咧，都涉及一啲敏感嘅商業資料啦，有一次或者係一啲佢哋律師與客戶之間嘅一啲嘅機密啊，或者係一個保密嘅安排啊等等。咁所以好可能咧就比較難咧係好即時有一個量化。譬如做完一場企業對接活動之後，律師同或者大律師事務所同咗幾多個客戶有個對接咧咁，其實我哋都好關注個成效。我哋每一次一啲企業活動之後咧，我哋都會直接問翻參與嘅，無論係企業啦，以至係專業服務嘅界別嘅朋友咧，去俾翻一啲即時嘅回應我哋，等我哋可以優化呢一啲企業嘅對接活動。咁亦都做個活動嘅時候咧，我哋好多時候咧都會做好多嘅準備工作，包括咧去了解企業嘅具體需求，去揾一啲適合嘅專業服務嘅團隊咧，去同佢做個配對。咁所以日後係咪可以好能夠好具體、好量化到咧？我哋有少少懷疑。不過呢個翻去咧，我哋團隊咧再積極諗一諗，睇下有冇一啲可以做到一個比較規範或者比較具體嘅報告，話翻俾大家聽咧。我哋呢個平台以至我哋做嘅相關工作嗰個實質嘅成效。多謝主席。